若这个疫情的期间，喙暗是变做大家随身宝，大部分的时间拢会挂掉咧。有真侪人若要啉茶，或者是要食饭，都会惯势甲喙暗扭落来下海甲颔管。也毋过医生来提醒，咱的下海甲颔管真有可能已经有细菌咯。这个喙暗扭到这个所在，搁挂断去，病毒真有可能会因为安尼走入去咱的喙甲片，来增加着感染的风险。有关受挂喙暗，也有啥物较无妥当的所在咧？来看咱的报道。即摆若出门，喙暗煞变成大家基本配备，因为这防止新冠病毒，是讲你喙暗若要拔落来时，你的方法敢有正确？不少人习惯在吃饭或是喝水的时候，把口罩拉到下巴的这个位置。不过医生就提醒，这样子如果再戴起来的话，病毒就很可能会进入口鼻。可能脸上会有些地方接触到病毒，就像下巴这一边，口罩的内侧面会沾到下巴，又褪去的过程中，自然而然就会造成病毒，反而从下巴被带到嘴巴甚至鼻腔。咱疫情主持嘛，伫社群媒体分享挂喙暗无好的方式，就讲扭到下海骹，也是挂伫胸坎，也是讲挂伫手，这种会互喙暗有被污染的风险。手不要去碰触口罩的正面。医生嘛提醒讲，这个喙暗的外缘是上侪病菌的所在，千万唔通用手去摸。内缘是上挖喙甲鼻孔摕落来时，一定要真细致。比如说干净的一个面纸的部分，把口罩拿下来之后，就把它放在面纸里面，然后去区分内面跟外面。挂喙暗是为了避免病毒的侵入，不过医生提醒讲，若是喙暗要收起来，还是要挂的方式唔对，病毒可能颠倒会进入你我的体内。